戴口罩全程不发一语走入候讯室的，就是这次惹出风暴的康和证券良信业务副总。据了解，康和证券涉嫌在2021年辅导3大未来公司股票新贵，当时良信业务副总明知该公司股价80元，竟利用职权向诚信负责人表示自己有能力引进股东，希望3大未来能以每股25元低价出售150张股票，否则新贵会遭遇困难。之后到了2022年2至3月间，良信业务副总以3折低价拿到股票后，再涉嫌以原价85元卖给朋友，形同空手套白狼赚取价差。台北地检署12日指挥调查局展开搜索，并约谈梁男等4名被告到案，全案朝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特别背信罪嫌方向侦办。讯后将良信副总以80万元交保，限制出境出海，而他的表弟则是10万交保。